Hello， 各位歡迎嚟到 Pokemon 卡啦！今次咧，我去咗大阪咧，就好幾日冇拍片啦。今次咧就嚟拍咗一啲 Pokemon 卡嘅片。今次你見到呢度啦，就有 Pokemon 卡啦。呢張就係5比5嘅棒球卡，我都好少開噶。冇諗到一開一包就抽中咗一張咁價值咁靚嘅10000啊！後面呢一張就係500yen嘅，呢張都唔知啊。同埋唔小心開多咗一包 Pokemon 卡，唉，真係慘啊！開多咗一包 Pokemon 卡，同埋咧都好抽中咗一張 Master Ball， 唔錯。咁係啊，我今次係開呢一盒 Pokemon 卡，你話一盒咧？錯，幾包咋？3包，依家剩翻3包，好慘啊！咁依家開咗，不如開咗黑龍先啦。第一包今日收到 MWI 或者 SAR 卡，唔錯都靚，啲價值都唔錯，少錢啊，肥。1、2、3，開始 ，Let's go。OK， 唔錯。哦 ，Master Ball 唔錯，唉，算 OK 啦，嚟啦，夾皮。跟住嚟呢一個啦，呢個係唔同嘅，呢個咧就係咧會俾埋一張 EX 卡嚟，會行10包，呢張係800yen，頭先嗰個就係700yen。開啦，睇啲人先，係。下次可能會再開一啲 Pokemon 卡，大家想睇嘅話繼續。好，一張。呢張咧係有一張咧係 SAR 版嘅，都價值唔少錢噶，都靚噶 SAR 版都想抽到。好。哦 ，double 唔錯 ，EX 一定會必出。哦，第8冇 Last Pet Magic， 我都唔覺得係 Pet Magic 噶啦都。咁，你開，俾啲量先。運氣，求下你。我嘅話都要一張靚嘅 EX 啊！有嘢，有嘢喎！一張 EX 同埋一張嘢喎，可以背。哦，呢張 SAR 都靚嘅，同頭先嗰張一樣。係。哦，靚喎 ，ACE 卡喎。唔錯，兩張都 OK 啊。呢一張咧係咧喺你個手牌入邊，只可以擺一張卡啫。呢個嘅卡，每張手牌只可以擺一張卡咁嘅卡。啊，今次都唔錯啊，抽到都算 OK 啦，唔算太好。咁都抽到好幾張啦，都抽到呢3張啦。下次會去送我中心嗰度買下啲 Pokemon 卡，睇下會唔會買到啲想抽得爆開一箱爆。下次睇下會唔會爆到一箱爆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咁多。今集係有4張卡嘅 Master Ball， 一張 Master Ball， 2張 EX 同埋一張 ACE 嘅，唔錯啊！好，咁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